除了乌金、乌昂蒜，年产量6000吨的鲫鱼，嘛是东港渔民另外一项重要的渔获。鲫鱼的鱼肉甘甜、柔嫩、油脂又搁丰富，真侪台湾人食的物件拢甲鲫鱼有关系。譬如讲鲫鱼酥、鲫鱼米粉、鲫鱼乌卵等等。其中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的，就是鲜甜多汁的鲫鱼丸。东港上有名的，就是因遮的海产，各种用海产做的食品，嘛拢非常的厉害。咱来到这第2市场，有一档专门在做鱼丸、火鸡丸的档，内行人拢知影爱来这买。火鸡的这会使啦，火鸡的这袂使动。我透早4点个入遮去，嘿啊。好，来。透早我很煮的。这是火鸡丸哦，真的较 Q 哦。无掺粉的。无掺粉的哦，外口人有掺搁较侪粉哦。较讲究的。较工甜的较侪粉，好来食看嘛。好。一只会较咸，较淡。哦。我火鸡的。足甜的。对啊。啊，你哪有法度做到安尼香你看？这是火鸡丸。哦，这火鸡足甜的哦。系啊。鲫鱼丸。鲫鱼丸是这两种，这鲫鱼肠仔酥。肠仔酥，这是。这冬菜丸。冬菜丸。我阮东港咧煮饭汤咧，海参丸咧掺的。就是用冬菜丸。因为你有掺迄个冬菜，料啊有带一寡咸味。一定咧有咸蛋。哦，迄鲫鱼足甜的咧，嘛足青的。顺的，足顺的。哇！这是用上青椒的食材落去做的丸啊，绝对甲一般外口买的冷冻拢无共款。无论是鲫鱼丸，还是火鸡丸，一喙咬落去，拢会当感受到上青的鱼浆制作的鲜甜滋味，也阁有互人食甲会挡袂掉的 Q 底底的口感。这拢是爱开时间去磨出来的成果。为着要互人客食到上好的品质。第2台头家，逐天4点，天还未光，伊就开始串料准备啊。我们旗鱼是挑选那个旗鱼的背部跟快接近尾巴那个地方，因为这边的它旗鱼的肌肉性质比较好。然后也比较没有杂质跟那个血块，因为我们没有加药剂的关系，以这些部位就是挑选那个生鱼片的部位来做的话，这样会比较 Q 弹有弹性。第2代头家可谓讲，甲因老爸2个人伫咧厨房内面无用试炒，因为制作鲫鱼丸甲火鸡丸非常的高工。第一步就是要先处理火鸡甲鲫鱼的原料，先甲切做细块细块。再搁咬落嘴，辣成浆。这个期间，搁要加冰格降温，头家就要凭经验来确定鱼浆的色水甲粘稠度，安尼才会当进行后一步。我们都会加那个一定比例的那个猪油进去。然后做口感的润滑，让丸子吃起来比较不会那么涩涩的。除了猪油，还搁加上淡薄仔面粉，增加 Q 度甲伊的黏度，搁掺一寡盐甲糖来提味。对于食材的选择，因的秘诀敢若有2个字：天然。当初阮爸阮母也是坚持讲，物件用上好的，互人食健康，安尼是上重要的。莫共掺一寡化学也是人工的，迄香料有诶无诶。火鸡丸是拣迄一般来讲的，人讲三去的，就是去皮、去内脏、去嘴巴的那一种。阮是规尾落去纯火鸡，落去加做来拍做火鸡酱安尼。
啊粉嘛用较少，比外口会较少小看，飞机的比例会占较悬，成本嘛会较悬。做飞机员的鱼浆，看会到满满的飞机。鱼浆嘛是用机器的大底鱼排落去拍起来，因为无添加漂白剂来拼袂上，只有朴实的肤色。这鱼浆爱先冰过一暗，互内面的空气捂出来，制作出来鱼丸口感才会搁较 Q， 搁较杂。煮丸仔的水温、捏丸仔的速度，拢关系到成品的口感。因为敢若加淡薄仔面粉尔，嘛无靠添加物来增加弹性，丸仔的成败完全爱靠功夫。头家顺手工将丸仔一粒一粒捏出来，先用冷水定型，再搁落鼎落去煮，骹手溜俩，甲时间走烧热。同时，搁爱注意温度，因为温度若伤悬，丸仔的鲜甜会流失；温度若无够悬，丸仔的表面又搁会闭开。头家每一个环节拢爱伫现场把关，无怪做出来的鱼丸会遮尔受到人客的欢迎。阮迄个坚持是因为后来碰到迄个台湾的食安风暴了，阮较有家己的信心，讲阮的产品若是无加这人工的药啊，还是一寡化学的物件，人会食到健康，人会愈来愈重视，而且即摆都市的人较会注重迄生活的品质，所以阮想讲，若继续坚持落去，行这条路的话，应该会使过把3顿就好啊。其实我互阮爸、阮妈做到遮忝的时阵，其实有想要放弃啦。啊，毋过人客有时会甲阮鼓励讲，阮的物件真正袂歹，希望阮会使继续维持这种，莫加一寡有诶无诶安尼。阮听起来，阮会加较欢喜，嘛较有信心咧做，真正有差。因为有这个坚持的信念。第二代的头家，逐工亲身选材，亲身处理原料，家己制作鱼浆，毋捌交代别人。这拢是伊对因老爸手中学到的功夫，嘛拢是出外的童工囡仔日思梦想的大海之味。我相信因会继续用心，替童工制作出上佳天然健康的鱼丸。接近中昼。鱼船慢慢驶入东港的渔港，鱼市内面另外一出大戏就要开始咯。逐工透早出海的现捞仔、拖网鱼，也是一支钓，差不多有80只。因会伫咧中昼左右入港，掠到啥就卖啥，供应花桥海鲜市场上佳鲜的当日机会。头家你好，哇啊，倒一部位较好食，你甲阮介绍一下。较好食，你也来炒3杯就爱迄个黄旗尾的尾溜。哦，伊的尾溜哦。哦。伊尾溜哦，炒3杯，伊就有迄个胶质。哦。伊加一冰的尾溜，伊咧1个嘛。嘿，哦，这运动量上大的所在啦吼。啊，这是鱼标吗？这是鱼标。鱼标要哪做？一般迄种炒迄个葱爆的，葱爆的吼，就是麻油，啊无咱来一个尾溜啊，甲迄个鱼标安尼啦。好。伫咧市场卖鱼啊，超过20外档的黄老板，葱啊各种无同款的部位，要安怎食，安怎料理，伊拢了解甲真清楚。除了这档，伫咧花桥海鲜市场，也阁有真侪宝同学学。这档那较澎湃。鱼啊较多。这是什么话？这鱼肚，国语尾肚。这是葱仔的肚啦吼。葱仔伊的胃就对啊。哦。尾肚，然后我整个看到哇哦。啊，这是。鱼的尾心脏。哦，这拢葱仔心。哎，这尾是回头刀哦。这尾回头刀。啊，这尾是公的母的。这尾公的。公的遐会较尖。伊个头较像鸡角啊。你算迄个鱼仔的朴素呢吼？你什么鱼仔你就知。伫咧遮，除了有各种的现捞啊海产，也阁有青色食区，
其特产区甲大主区拢总有400多担。对各种的鱼浆小食到珍贵顶级的蚵仔床、金沙角啊，拢总是各俗、各鲜、各大碗。尤其是游客会当拣家己喜意的海产，到大主区请总铺代客料理。伊是阿金西，13岁就开始伫咧厨房学师啊。当年因为出来散食，心内想讲对总铺做代志，至少有饭通食，袂过要巴肚。想袂到这真时一体，就摕了将近1架子。20多年前开始伫咧海产市场专门做代客料理，用一生的好手艺满足来自四方的人客。起标是鱼的起底啊，头一步要先甲切一块一块，落寡姜片做伙烧起炒现。上重要的是无少成本，选用成本比一般麻油搁较悬4倍的古法叉烧麻油落去料理，炒出风味特有的招牌3杯美味。这间就是黄老板精心挑选的麻油制作工厂，伊就伫咧屏东的潮州，这个小小的所在，就是煎油的当地。庄仔灶内面柴火烧甲真美，翕落来空气当中充满着炒麻仔的香气。阮兜吼一开始吼，是因为阮阿公迄时阵住伫六卡乡，啊伫咧嘉义，啊伊过一个妈祖大桥吼，就是北港妈祖庙嘛。啊，迄个朝天宫门口就是介济迄油井，啊伊迄时阵12岁尔，啊厝里无钱啦，所以伊就去庙口遐引头路，啊去油车间做师啊安尼，啊就开始做甲紧。啊，伊甲阿嬷结婚了，想讲啊，伫遐红请啊来吼，若家己创业啊来做油井，反正伊已经介熟手啊嘛。啊阿嬷较早是伫咧土豆井咧做迄个拣土豆的、炒土豆的工人，啊因就规去来遮做麻油，啊甲炒土豆油安尼。闪闪的阿哈子啊，是足热的妈妈，因来着高温，目睭顶伫顶的。控制油量，注意鼎内面的状况。看起来单纯中和的粗蛋蛙是煎油的精髓，因为做不是活的，所以每一批拢无同款，必须爱靠炒的人的经验来判断。经过40分钟左右的热茶烧烘，刷落来爱把麻仔放互冷，再搁拧互脆。拧脆过的麻仔才有法度提炼油。过来就是制定的重头戏啊！我们只是用水蒸气去加热而已，它是以前比较最廉价，然后可以整个都催熟到的一个方式。啊，不要碰到水，它那个里面的泡泡不能跑起来，不然水那个油就会变质。乌麻仔粉放伫咧灶面顶吹，利用高温会当互乌麻仔提炼出搁较济的油。依照焙炒的速度分做急加色、加色甲中乌3种，互无共饮食惯习的人客，拢会当找到适合家己的迄味麻油。刷落来，炊煮加热了后的乌麻仔，就要摕去拍做饼咯。啊，现在这个就是用牛皮纸包它而已，只要小笼包式的包法。
让它平均的压力都可以分散在每一个角落，才不会有一个地方特别的高压。这个步骤叫第一次塑形，它这个第一次塑形出来的油会比较少，因为它的压力不能太强。边边的麻饼爱搁经过煎油甲制清的工序，才会得到一滴一滴天然芳醇的古法叉烧麻油。伫咧第三代黄竹叶的眼中，物件好歹食过就知影，伊唔惊人客食，嘛唔惊比较。未来伊要继续守着阿公的招牌，延续屏东乡亲记忆中迄个好滋味。这个好滋味，伫咧总铺阿金师的手头，是伊料理的秘诀法宝。伊做出来的料理，食一摆就真歹放袂记。三杯黄芪创尾，先用麻油煸姜，再搁放入切做规块规块的鱼尾，加一寡豆油甲香油，收汁5分钟，互鱼肉内面完全入味，无要加任何的糖，安尼姜味甲麻油味才袂用砍掉去。另外一出糖醋鱼肉是阿金师的招牌手路菜，选用大白葱，也是季节性的乌红葱的尾，裹粉落去煎，搁再加上以乌醋、茄汁脯、香油甲米酒所调的酱汁。糖醋的配方对学师啊到即阵拢唔捌改变，是传统的古早味。拄则我伫迄个担仔买鱼尾溜，头家讲吼，内行人才会食尾溜啦，因为尾溜吼就是鱼仔上有力的所在。吼，咱这蛏仔来到咱台湾的南部吼，对着这乌水沟落来吼，哦，这个季节来食吼，哦，因为咱的乌水沟吼，迄个海涌吼足歹的哦，啊，所以鱼仔来到这拢特别足骨来受的。哦，所以每一尾鱼尾溜吼，运动量拢足有够的。哦，这尾溜这的肉质就甲巴肚无共款啦，巴肚算油脂会较济，尾溜哦拢是这个哦肌肉有无？肌肉发达呢。啊，佮配合头家因这用三杯的做法吼，因为因的麻油真正是用足好的麻油。咱要来试这种鱼啊，叫做迄个鱼。啥叫做迄个鱼？因为这种鱼啊吼，本身透明，哦啊细细尾啊，啊喙齿哦，敢若镰刀的迄个喙齿，所以伊学名叫做小鳍连齿鱼啦。因为实在太歹念咧，啊大家若要买就头家讲要食迄个鱼，要食迄个鱼，啊久来吼，伊的名就变做迄个鱼啊，咱进来食。迄个鱼咧煮的时阵，爱先用香油甲米酒生过，搁再裹粉落去煎。因为迄个鱼的肉质幼嫩，含水量悬，所以袂使大力甲冰辣，片面肉叶糊去。伫咧起鼎进前，搁再加一寡高赞塔来增加香气。这是东港特色的海鲜料理。所以讲来到遮，上正的食材，啊，搁有上好的麻油。还有足好的师傅工，真正是足享受的。啊，上面是台湾的味，这嘛是咱台湾的味啦。较侪人个，若要煮物件的物件，我介侪我演煮的啦。人家人家要点伊人，我就甲煮伊人安尼。啊，做着就做着啊，做50几年啊。啊，做13岁，人学啥做到近60几岁啊。啊，算讲近都台湾这两后生咧做啊。啊，我讲个大家做看个做10年，甲当10年无啦，10年都要80啊。即马阿金师的后生嘛做伙伫咧灶骹拍拼，因一家伙真欢喜会当逐工做伙做工课，做伙辛苦，
嘛做伙休困，这个辛苦最后拢变成甜，遐个滋味，互人客食一解都无法度放袂记。